描寫手法呢度咧，除咗教你認識定義之外咧，我想教下大家，你真係考試人哋問你嘅時候個策略應該點處理？邊兩種描寫手法係相對地易分好多嘅？報疑定點係易分好多啊！因為點解咧？報疑法就係個作者一路行一路寫，定點就係個作者動喺度喐都唔喐，所以咧你係睇個作者有冇喐就得㗎啦，你唔使理佢咩風景啊。而整體同局部係會比較難睇啲嘅，因為佢冇啲特定嘅字眼俾你參考啊嘛。咁我教兩個概念俾你，整體描寫即係大概寫佢個樣，局部描寫咧放大鏡 zoom 近佢去睇嗰個景物。咁所以咧你就去諗啦，喂，你點樣判斷佢係整體定係局部咧？你就睇佢有冇 zoom 近去睇嗰種感覺。例如你用整體描寫寫風象，你咪寫咯，生得好高嘅，都幾靚仔啊，中年男人。完啦，局部描寫放大佢 zoom 近佢去寫，例如寫風象，你 zoom 去我個樣度，哇，眼好大，鼻好高，非常之有氣勢嘅。所以呢度咧幫風象寫低，局部描寫咧佢相對地會比較詳細啲噶，而整體描寫相對地咧係會比較簡短啲噶。所以第二個方法，如果你到時真係搞唔掂啦，你嗌救命嘅話咧，你睇下佢寫得多定少，寫得好詳細就通常係局部啦。